文化部长郑丽君今22日出席华视关怀演艺人员春节餐会，不料郑丽君在会场中逐桌敬酒时，遭资深艺人郑慧中打了一巴掌，郑慧中随即扬长而去，让现场气氛相当尴尬。据了解，郑慧中疑似不满郑丽君推动废除中正纪念堂，对此，郑丽君稍早在脸书上表示，个人受辱事小，民主不容伤害。资深艺人郑慧中表示，对于文化部长郑丽君推动废除中正纪念堂怀恨在心，事后不满地说：“我只是赏他一巴掌而已，因为他推动废除中正纪念堂，对很多人来讲，对爱中华民国的人来讲，都该赏他一巴掌。”郑丽君在脸书上坦言，当下确实被突如其来的巴掌吓到，同时也谴责暴力行为，表示个人受辱事小，但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不容受到伤害，也希望未来面对任何意见和冲突，所有人能回归理性，并呼吁台湾当下必须理性、冷静面对冲突，回归公共的讨论，不要再复制任何暴力行为。华视今22日下午召开记者会，表示对于此事感到相当遗憾。华视总经理兼资深演艺人员基金会董事长庄丰嘉提到，目前已报警处理。虽然郑慧中事后有向华视道歉，但华视对于肢体暴力行为是零容忍，且多数艺人对于郑慧中的行为感到相当不解，也替部长郑丽君感到委屈。虽然郑慧中有向华视表达歉意，但庄丰嘉认为郑慧中应该向部长本人道歉，并提到台湾是有言论自由的地方，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想法，但打人就是不对。对于这种个人行为不必过度渲染，庄丰嘉强调已请警方介入处理，后续将由华视提告，杜绝暴力行为。